美国总统拜登之前有讲到，中国最近咧无用经济问题，可能无再调拍台湾。不过，众议院的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却表示讲，明年台湾总统大选，台海局势会变更较危险，美国政府就要随时做好准备。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讲到台海局势，伊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为中国经济无安定，可能无能力入侵台湾。我众议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的看法无同，伊认为习近平最近几两摆讲限战，敢若是咧准备烧战。 台海处于高度危险时期，2024台湾总统大选了后，局势会特别危险。第一目标要合作防止战争发生。 Over Taiwan would be catastrophically destructive. Making a deterrence by denial strategy work, preventing World War III is, I think, the near-term objective that needs to animate most of what we do in Washington, D.C. We have not done enough with regard to equipping Taiwan in deterring military force by the CCP. 民主党的克里斯特穆希和共和党的盖拉格看法相像，伊提出警告，美国若是政府失灵，可能促使北京对台动武，所以要做好准备。另外，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人员嘛讲，中国后一个目标是台湾2024的总统选举。中国正在研究运用新形式 AI 操控各界对台湾的看法。第四有没有可能是不是这一个政治人物讲的话？ 但是他透过 AI 的或者我们讲深伪的技术，或者 AI 的技术，去把它做一些捏造。林允有讲，中国伫舆论战已经大量使用假信息这手段，近来新形式 AI 工具，国家会当塑造出特别意见来观点。美国军事新闻网报道讲，兰德研究人员表示，虽然伊无确实的资讯讲台湾会变做主要的目标，不过假信息变甲较互相信，对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